来，老板，来杯西瓜芒芒。好嘞，9块钱，扫码就行。这么便宜啊？扫过去了。老板，你居然用这么大的芒果，还是新鲜现切的？牛逼吧？哎，老板，你是新来的吧？之前没在这儿看到过你。对呀，我刚刚放暑假，所以有时间出来卖。你是大学生吗？怎么不趁放假出去玩啊？哦，因为暑假家里不给生活费，平时5块的饮料，现在只能卖9块了。冤大头！老板，你的西瓜芯儿哪去了？买的时候没忍住吃掉了。哦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是用干净勺子吃的。那我还得谢谢你了，大根小子儿。你别说，9块钱能喝到现榨的西瓜汁，还挺值。最甜的西瓜芯被我吃掉了，我再给你加点糖浆吧。果然1分钱1分货。你的西瓜芒芒好了，谢谢老板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吃芒果呢。你长这么大都没吃过芒果吗？对呀，我妈说芒果是苦的，不好吃，明明挺好吃的，所以我有点麻嘴。